他们呢说嘛卡我们在那嘛，我到这去的嘛忙呢，跟老嘛干呢们呢，嘛大一把手路开窗啊呐，个嘛卡了牛的嘛来的嘛，看那的大来的嘛，跟老有看嘛干呢来俺老他们，嘛大干呢出去呢木拉萨，嘛大长差的俺呐，跟那嘛我记得那嘛巴拉的好无聊呢，你跟那这个没见了他们，俺就跟那这个娘啊，嘛大你要出门你放那路。我去看见呢，木拉萨木出卡里面呢，他们俺有弟弟我们跟来这个娘了，有弟弟呢好麻杂呢，俺麻杂说的对俺家没，那看见麻了，俺去看没呀了，他们，说你面跟俺家去嘛，他们呢，麻杂木拉萨差跟嘛，俺家这他们，对啊，看俺钱了没得了他嘞，面叫面呢，麻杂干的面叫呢木出呢，木拉萨木出嘛呢。俺家跟你我到这去，在台嘛要那路都比你点了里面了，他们，俺好像对个就菜了，俺买了他们，我嘛做，现在那嘛做是做个嘛做，有啥呢？路些菜不啦，你呢？因为那个一七八糟，不啊，你啊，你也不做，面对新啊点了，这或者对新啊点了，那他们是给路看的嘛，要那路了他们。俺这七八吃的火花嘛，了嘛你嘛喜好，这么就好了，进来就那看面了，俺了他们来了，进来嘛看那就什么都面，进来俺那就那看了他们，你跟俺家去嘛了，他们俺嘛南吃，那么毕竟那边的怎么面了，俺好10 kilo 比那嘛了他们，我从我一盘嘛就里面，盘嘛面他这家了，他出来掉了他们，我也出面呢他们，吃的火花嘛，俺就七八了。我的么个好，就那去找你，跟那就是他们正好俺老个欧洲买了条条欧洲呢，欧洲去那是一了回家哈，比如那个格里个欧大买面呢，这里回台湾，什么都买了，你看的嘛，可以不给拉面，面跟人家去买了，要那会的要那，没就啥都呢，要和你的过年带了面，还不是那了给人买了，买了。哎。是